好，来乡亲继续来看台中的中华路夜市啊，半暝啊3点外火烧厝，这现场拢是一栋接一栋联动木造的建筑，所以这个火在传真紧，一下啊就烧到半天红。其中有一栋透天的楼仔厝是住中医师，因一家火啊是一度掉伫3楼顶，上尾啊消防队弄破门，把人总救出来。啊，这个火场就位伫中华路甲台湾大道的交叉路口。警消伫上班时间，紧急甲台湾大道封起来拍火，一直到早起伫要8点才来控制火势，总共是烧掉16间厝。好哩佳在，只有3个民众小可去砸着伤。啊，这火烧厝的原因，讲是有人放火。大火顺着木造铁皮建筑一路烧过来，对透早烧到日时。浓烟对火场窜出，警消无用布水线灭火，我到另外一头透天厝店面，1楼以上拢着火啊！火场一栋透天厝的中医师一家口掉伫3楼。中医师和孙仔伫窗仔边着急探头，消防队上楼破门救出4个人。都无法度落来啊！1楼都拢看无啊！为空中看落来，火场范围包括台中市中华路和台湾大道挖角。半暝3点外，中华路一个档啊，突然间着火，足紧就拖出去啊！消防队赶紧把人救来，但是火势顺着木造建筑向台湾大道方向延烧，警消封锁台湾大道车流灭火，但是因为拄好是上班时间，大塞车。到透早晚8点的时阵，火势控制。这是一个 L 型区域，包括牛排店、海鲜店、中医诊所、咖啡店，拢总有16栋厝烧烧去。有送医的有3位，那我们从里面救出来的人有9名。大火烧4点外钟，有3个人受伤。着火原因有人讲是去用放火，嫌犯即摆已经去警方抓起来。